续来看新竹县宝山乡，伫个29号发生一件气爆炸事故。当时一个30岁自来水公司广线配管的外包商，驶着公司车，伫个车顶点火要来爆烟，可能是车顶所在的瓦斯已经外泄，结果是当场来爆炸，规台车是崩甲变形，边仔人家厝嘛来着水。当时这个规装是出动着13支的灭火器来拍火，车顶这个姓刘的男子全身有52%度来烧烫伤，紧急来送病院。虽然是受到重伤，加在是捡回一条命。救护车紧急甲人送到病院抢救，车顶的查甫人互炸甲规身躯红记记、溜皮，表情看起来真痛苦。身躯顶的衫拢紧急脱了，因为伊规身躯有50%2度烧烫伤。车顶和车身拢变形，挡风玻璃拢碎了。详细甲看，车内底有大面积的臭灰搭。所以你们现在都在整修就对了。对。行入去面体，窗仔玻璃拢碎去，连窗仔坑拢变形，因为前几天外口发生爆炸案。那气爆的话，整个就往外喷，玻璃那些全部。所以玻璃都有破掉哈。哇！等来到现场，涂骹有玻璃碎片，伫咧顶礼拜5下晡，承德县宝山乡新湖路顶，这架车是自来水公司广线配管的外包商，当时在2公斤的瓦斯桶，不过敢若有外漏，老姓查甫人点火要食薰，就发生爆炸，造成伊4支甲头顶2度烧烫伤，面积占50%。气爆的瞬间的威力非常的巨大，附近有5、6户居民听到了以后，那就赶快出来。打掉13支灭火器。面体窗仔门互炸害去，敢若会当暂时用布来掠，搁爱开时间修理。受伤的老姓查甫人为着食薰，造成瓦斯爆炸，公司的车毁掉，人嘛受伤，不过加载捡回来一命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